我们今天要把第4章完成。那个何西阿书第4章11节到19节，这个经文不多，可是每一个名词的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解释这段。好，我们轮流来读。好，11节从我开始，然后往左边。11节来，何西阿书第4章11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上帝，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的确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有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王把他们裹在翅膀下，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恼羞。好，我们先来读11节到14节。11节到14节，我来读一遍，因为11节到14节是用箴言的方式读的，是很注重对仗。来，11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好，我们先来看这4节。这里是把那个异教，就是迦南宗教，整个的邪恶跟无义显露无遗，但是它的表现用文体的表现是多元的，所以11节到14节是用箴言的方式。那我们来看11到14节，他隶属他们的罪恶包括哀歌的形式，讲到那个先知内心的苦楚。开头的11节是箴言的方式，结尾14节也是箴言方式，然后他把内容就包裹在其中。那中间呢，就提出以色列人有3个狂妄无耻的3个实例，所以这段信息是责备的，但是他没有提出明显的审判。好，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好，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奸淫，或者叫行淫，或者淫乱。这些名词，我们要把它弄懂。这个是有很深的背景，在那个米索不达米亚，我们知道哈，就是2河流域的那个回鱼月湾的那个米索不达米亚，跟迦南地的地方，他们的神庙里面有神女啊，
神女，所谓神女呢，跟犹太宗教里面绝对没有神女，这两个非常大的差别。所谓神女是不同阶级的女祭司，这些女祭司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的高，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台湾有没有神女？有，但是不是妓女，是叫昂姨啊，听懂吗？昂姨啊，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哦，平埔族的原住民，他们会通灵的啦。啊，查甫的叫做通灵师，我这个通灵师阿水师，通灵了以后，他就会讲神谕的。啊，另外如果有的叫当机啦，当机附在身上的啦。啊，如果不是附在当机附在身上呢，是用那个豆头下来，那叫豆头啦，豆头下出来在花叫豆头，下了的人底下底台翻译叫做笔仙啦。好这种的叫做胡乱啦。胡乱底下胡乱的服务的叫做乱仙啦，下出来切叫做乱书啦，飞乱啦，乱书。阮老爸就是做乱仙啦，做乱仙。乱仙那个生命来讲的迄日，或者吉日啊，乱仙。红姨也是直接要找，伊若找你关落阴，听有无？关落阴就是直接带你去阴间啦。话毋是啦，话是带你去，话毋是，话是阴间的人来负担伊的身躯里，负出来就变做阮讲啊，阮讲来就阮讲我的声，阮讲的话，讲着阮讲较早过去的代志，阮过去安尼伊安怎啊？带阮老爸细汉的时阵嘛，讲遐就对啊，讲个大家拢会信啦。这是台湾的通灵啦。因那边的淫乱的通灵毋是安尼，因那边的通灵就是讲，我现在要来到神明的面前，我期望跟神明产生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把我的生命献给他所以当时的宗教神女呢，是提供神秘结合的那种礼仪的女祭司啊，所以耶和华宗教就没有女祭司这个原因啦。有女先知没有女祭司，因为耶和华宗教不讲淫乱，所以他们不觉得那是淫乱，他们觉得那是性的仪式，确保土地肥沃。所以呢，最高等的代表女神伊什塔尔，她晚上可以跟他们最高的创造神马杜克能够一起灵性。这个观念请问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台湾人有没有这样？台湾没有那个性的没有，但是台湾的民间有没有这个？有。你有没有听过黄教？佛教里面的黄教密宗不是欢喜佛吗？不是那个两性那个吗？所以我到那个台北花博的时候，一大堆有10-20个佛教徒一直在发那个手册。他说黄教不是佛教，黄教就是西藏那密宗的，因为那西藏密宗的那些人就是来台湾，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台湾的那些女人玩的性玩的结合，然后又供养他们，又拿到钱，每一个人拿了几十万几百万就走了，然后在这边就公吃公住那些人就被骗，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他们叫做跟欢喜佛跟那个合一，就是倾斜。台湾有这个所以这一些人他不觉得他是跟他发生淫乱，是跟他去求什么？了解吗？最台湾很有名，有些都在那个电视台里面讲。好，当时的人他们是为了追求丰富，他们物产能够丰富，所以那些祭司、女祭司代表他们的神明。所以迦南文献里面有神庙的庙妓，庙妓，还有个神女。庙妓跟神女不一样神女是女祭司庙妓是庙里面去找人为献身服务神庙的。因为女性没有财产，从娼就是唯一赚钱还愿之道，所以他们为了还愿，就这样
哎，你像台湾的算命的那个通灵的，为了要改运，要改运哦，这些。所以我们再回来看11节，奸淫的意思是从上帝的眼光，你跟异教的女祭司、跟男祭司、跟这些人产生这种观念，你就是不对啊。他们说我不是，我是为了确保我的土地肥沃，我的确保我的儿女啊，那时候我们改运那样，我要确保能够改运啊，确保我里面能够破邪、除癖。哦，都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他们这个国家的人，一方面拜上帝啊，一方面又要在玩这个，所以圣经上有没有讲说，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圣洁啊，所以他们在异教的秋收丰庆的时候，他们认为。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一些，是那些神明迦南地的那些风神雨神来的。那我在那里呢，是把女人呢去做那个，是我把它献给他，为了我的子子孙孙能够兴旺啊。我去跟那些人女祭司呢结合，是为了我保证我多子多孙多福多财多寿，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糟糕？他们把应当归给耶和华的荣耀，各种果树啦、果子啦这些东西，那个新酒啦、这些酒啦、新酒啦，那是代表不同的发酵阶段，那些都是因为果子做的，葡萄果子，那些东西都是神的恩赐。结果他把它归给巴力偶像，这叫做行淫，这样了解吗？行淫有2种，一种是身体上、心灵上，啊，一种是身体上，一种是心灵上。你该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就这样子。所以呢，都夺去人的心，意思就是渴望成功，渴望成功。有没有人渴望成功，把他女儿当作工具去跟他的老板什么？有没有？那这也等于换这种宗教啊！有人为了渴望成功，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信仰，有没有这种人？有啦，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看那个李登辉是自称基督徒，他还到庙去解咒，有没有？去到庙宇啊，去解咒，去那个，这很难堪。那我有个朋友李约翰牧师，以前是台湾长老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议长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台湾的基督教领袖被蒋经国总统请去，结果李约翰牧师讲出来的事情，只有台湾教会文报登，所有任何报纸都没有登。那时候我在华神在买书的时候遇到他，我说你怎么敢？他说，既然请我去，我在总统府见总统，我就做祷告了。如果他不找我，都不讲话；如果一找我，我真的要照实话讲。他就问说：“请问金国先生，总统金国先生，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是基督徒。”你受洗了吗？照我受洗了。好，他说：“你既然受洗了，你可不可以学习你的父亲先总统蒋公礼拜天守主日？这样讲对不对？你既然是基督徒，请你悔改，结出果子，悔改的相称。第二个，主日不但要守主日，请你以后照基督徒的誓约，你不要到寺庙里面去拜，他佛庙必拜嘛。他说你这样子的话，违背你受洗的，因为你违背了10诫，第1诫跟第2诫。我问李约牧师说你怎么敢讲？他说他准备好了，跟师母交代了，他可能准备被警备总部抓走，他都没关系。不问我没关系，我觉得他是敢讲啊。我说那讲完了，那总统怎么样？他说从来没人敢跟他们讲这么话，他整个吓到了。神的话还是有效啊，其他人全部都奉承恭维。好，你知道吗？何西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付多少代价？祭司耍逃呢？我们刚才讲过的，我的民因有知识，叫祭司耍逃呢，两边保全压呢。祭司说：“你们拜耶和华也很好，耶和华的管区是这个啊，但是这里的土地是人管的啊，两边都来，所以那个奸淫是指着参与
做异教的宗教仪式，甚至于为自己献身。他们称上帝为巴力呢，称上帝为巴力呢，了解吗？因为巴力称上帝为巴力，你知道那个金牛犊哦，你知道他们那个金牛犊，他们没有说他们拜金牛犊呢，他们说这是耶和华呢，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上帝有多伤心呐、把他的恩赐却委给那个这样啊，还有他们新酒旧酒的意思就是他们饮酒过度，使他们神志不清，然后因着这些假宗教就被蒙蔽，然后用酒蒙蔽人心。好，来这里说哈，夺去人的心，这个心夺去人的心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夺去人的认识啊，这样了解吗？夺去我民的认识，我民的认识就是他们就没有所谓认识是希伯来文亚大，他应该委身给我，专一委身给我的，结果去宗教的劈腿了。好，因为那个认识就是亚当跟夏娃同房，就亚大希伯来就是这个字啊，夺去人心就是夺去人本来应该专一委身于上帝的，就好像很像什么，很像先生为了业绩啊，有老公啊，为了业绩啊就去应酬啊，应酬的时候呢喝酒，喝了酒以后酒后乱性，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就劈腿了，这样了解吗？他说：“我没有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是为了生意，我是为了什么？啊！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就这样嘛，啊！我就跟他讲说：你讲较坦白的好不？你是不是现行啊？我这样问他，他说：啊，对了，歹势，我才现行啊。我讲你真正无啉酒，无劈腿，不搞女人，真的没有生意吗？还是你也现行啊？国语怎么讲？你也兴致勃勃啦。”借着机会啊，他说，其实他跟我讲坦白，其实他是兴致勃勃借机会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要为了发达，为了发财，而且为了升官，为了职务，还有为了从众人格，大家都往那走。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会被排挤；我不做的话，我会怎么样？好，这种。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对不对？我们基督是另有一个心志，所以当何西阿这样责备的时候，他是冒了全国所有人的反对，尤其带头反对的就是祭司。好，我们来看12节，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所约束。好，这里的木偶，还有一个木柱，木杖哦，这两个名词，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来。那个木杖就是棍杖，棍杖是来拔杯，好拔杯，啊拔杯的国语叫什么？脚嘛，哈。啊，上杯叫做象脚，啊，靠杯叫枯脚，啊，笑杯叫笑脚，啊，这木棍的棍杖，借着木杖来占卜，占卜应该不是占，叫做卜。你们知道占跟卜有什么差别？哈，占就是已经既有的现象，譬如说，我看既有的现象来做解读，叫做占。啊，卜是用人工的操作，卜卦，你用金钱的卜卦叫做啥？金钱卦，用米来捏叫做米卦，了解吗？啊，用鸟啊，你们用的这你要卦，哦，教卦，就是人工操作就卦啊，已经有的看那个叫做相啊，看你的面叫啥？面相，你的手呢？手相，你的身体呢？叫做体相，体相啊，了解吗？啊，你家的房子呢叫宅相，啊，你家的木呢叫木相，
啊，这看一下已经既有的叫谱啊，卦就是人工操作的啊，所以那个木杖就是用人工操作，好像是骰子或者铅的那些小木块啊，那个木偶就不一样，木偶是一个柱子，其实是象征那个男性的生殖器的象征，是用树啊，那用这个，然后这种啊，你们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行珠白啊，行珠白啊，那个象征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就是这生殖器啊，这些原属的这种，他就用石头雕刻的那这一些东西，好，他们求问这个，然后呢，为了这个要不要答应的啊，很像台湾的，台湾是不是先问神明，问了爱啥，爱宝贝有没有啊？你刚才台中市以前有一个基督徒当市长，他要去拆各种那个，因为台中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土地公啊、神明哦，都降罗林啊、罗穷来讲的啊，你罗都没人亏啊，台中市都很窄，那怎么办呢？他要开路啊，因为你遇到民间信仰就很惨，全部都会来闹你啊。他就说好，这神明是主逼的，所以神明是听咱的祈祷的，所以神明呢，伊若给咱3个杯，就表示要迁走啊。他就请伊的秘书讲，来你来跋3个杯，啊，若无3个杯，讲爱3个杯也无3个杯，无要紧，咱明仔再过来，后日过来啊。你知道3个杯？1/2乘以1/2乘以1/2，刚好1/8，才到8日就一个庙迁走。啊，当即拢去，都8拜一定有一拜是3个杯嘛。啊，就安尼弄种台中100几个庙，拢迁了。啊，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伫遮咱都咧读个圣经，就是讲，因毋是安尼交配尔，因知影要一堆种啥物，啊要啥物，要做啥物，要做啥物。阮老爸较早因要种啥物？今年要种番薯啊，是要种蚵啊，还是要种土豆？拢爱问神明。啊，逐项拢安尼，按就是安尼问啊，好，很虔诚呢。所以我的民求物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淫心，他们信仰上劈腿，所以他们失迷了，他们就行淫。行淫在这里跟刚才的那个奸淫的一样，就离弃了神，不守约束。就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吼，拿咱宝贝偌好诶吼，主日崇拜衰时来宝贝，对不对？哇，哎呦，你老师搞着两个女朋友是 A 比较好还是 B 比较好？啊，上帝啊，我3个杯。啊，现在上帝较会无爱做这啦。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个？因为我们基督徒，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人要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这个自由意志里面，你要自己做决定，然后为你的决定负责任。这样了解意思吗？譬如说，你们肯信呐，交 A 姐妹跟 B 姐妹，交2个姐妹，她喜欢哪一个，她要自己做抉择，然后呢，就选择她所爱的，然后结婚以后就爱她所选择的，要负责任。袂使讲无法度啊，上帝啊，我老母都我管的。啊！你给我算的，我不爱，不能推脱责任，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就大胆的用自由意志，在神的旨意内，上帝不会剥夺掉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样了解吗？你的囡仔万一若要读新人医，啊是要做什么工课？到底上帝给你自由，上帝袂讲你爱读新人医，你也无读新人医，你会死，你娶某袂死，啊死了会迄个，不，没有那个事。你在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给你这样的感动，你要做哪一个？你不管做传道人跟做什么东西，都要全力以赴，容神益人。上帝给我们的条件是容神益人啊，好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些跋杯了。脑这些跋杯的人，我们基督徒就不用脑筋了啦，不用策划了，啊，就叫上帝啊来行就好啊，对不对？啊，就上帝要负责。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搞错了，以为我这样祷告啊，就上帝给我这样，不是啊，他们不守约束，所以上帝是用上帝的正道、神的真理在引导我们。那只要走在真理里面，这样就可以。所以他们不是，他们要出卖自己，不守约束，离弃人不守约束，他们不守上帝真道的约束，
却宁可让偶像这些邪术来把它约束，这个奴性。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好，我们来读13节，一起来读来。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好，第13节，我们刚才讲的第1节跟第14节是用箴言的啊，中间包裹了3个最大的罪恶。12节是寻求木偶跟木杖，13节是在各山顶高冈。山顶高冈呢，我们的国语叫做秋坛呐。秋坛台湾的叫山头坛啊，山丘的丘啦，山头坛啊，个球啊。13节的上半节把以色列人奉行异教的方式跟地点做最清晰的交代。他们主要的2个宗教活动是宰杀跟吃祭物，所以他把它用贬义的啊。第2种是烧香跟献祭，这两个好，所以他们就做了2件事，一个是献祭，一个是烧香嘛。献祭是宰杀动物嘛，烧香是就是烧那个树那个香，这2个啊。地点呢就在山顶或者高冈。然后呢，或者上面有树的地方，你想一下来，那个高冈秋坛哦，跟神子的敬拜有关。其实上帝原本所有的重要的启示都在山上了。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摩西在哪里领受十诫？在西乃山，对不对？啊，那个以利亚在哪一个山上跟巴力的先知斗法？加密山。所以加密，你们认识加密吗？加密出一个美女叫密加，在加密山。好，加密山。好，所以那本来上帝叫做 El Shaddai， 全能的上帝。El Shaddai， Shaddai 是山呐，山神。所以以色列人把他们那个地方有个撒芬山，是被称为迦南神子巴力跟伊勒的家，跟大能的宝座。所以以色列人把这个混淆了，所以他们把敬拜上帝跟其他神子混在一起。结果呢，何西阿认为谴责说这是最败坏的。山本来是让我们去仰望上帝，领受上帝的教训，在那里为上帝征战。结果他们就把那个山混了。请注意，我实在心里面要讲了哈。譬如说，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讲台啊，是宣讲上帝的道。啊，我也可以把讲台拿来变成搞笑或者吹拍捧、奉承人，这个就污秽了上帝的殿啊！不应该做这种事。譬如说，我们唱诗敬拜上帝，严格来讲唱诗敬拜上帝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要唱出上帝的来。请问我们称颂上帝，称颂什么？称颂神的名，有没有？称颂神的属性，称颂神的作为，而不是敬拜，不是拿来我唱起来很爽、很感动的，不是在我情绪的宣泄了。这个整个都偏了啦。啊，讲道是传讲上帝的道，使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并且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不是听了让你很感动，就是整个那个不是这样，大家搞错了，不是讲道，不是为了煽情，不是煽情，不是这个啊，唱诗也不是为了煽情，结果我们现在是变成歌曲感动人，不是歌词感动人，这是很糟糕的，很糟糕的。我的东吴有一个弟兄，他是那个
作曲的，然后他到美国拿到作曲博士，他在师大的时候作曲，他常常拿到亚洲的全国第1名。他常常告诉我说，敬拜赞美的诗歌，严格来讲，他说他真的是1个小时可以写20-30首，但是他说这是歌曲感动人。他说不对，他说更重要是歌词感动人，歌词要再承载上帝的道，这个叫做荣道性。如果不是荣道性的话，那个赞美诗跟是那个不是圣歌。这个观念好，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进一步来看。你知道祭司对上帝不忠有一个悲惨的结果，你看一下13节有个所以，有没有看到？所以你们的女儿有没有悲惨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媳妇、新娘、女儿也可以举媳妇，他们到应该在婚前保持贞洁的人，结果陷入各种肉体的淫乱中，陷入各种肉体的淫乱中，邪荡的异教把他们玩弄在手，结果他们就被描绘在美好的树影下，就在那里。哇，那实在悲哀啊，那个悲哀。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神庙不是律法，上帝的律法所允许的，而且是在很多拜放的风俗引起的。那他们拜的时候，他们这个叫上行下效，上面做下面的儿女，这整个堕落。所以请注意哈，我觉得我们教会北美的教会哦，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看到那个北美教会哦，你知道北美的基督教哦，华人的基督教大量萎缩的很惨。你知道现在那个中国大陆跟台湾的留学潮比较弱，但是台湾的移民潮还是很多，有钱人大量移民，然后中国大陆的移民为什么人数会那么少？我们现在了解，他们反省了了解了以后，有一个原因呢，我们再来反省一下。他说北美很多很敬虔的长老执事，因为下一代没有信主，然后很自责，很痛苦，然后甚至于就很痛苦。好，那原因是他讲的几个原因，其中也有原因，那个留学潮过来的台湾人的教会或者华人教会或者广东人教会，他们不愿意接纳大陆的这些人信主，因为大陆的这些人，你大学生信了，他找工作又跑掉了，而且这些人又不会奉献，又那个有钱人他根本不甩你，很多麻烦，反正投入的成本高，吸收的成本怎么样？吸收的回收少。可是你要了解，当年台湾去的查经班，这些人，哇，这些人也是这样子的做的，可是他们对于大陆的不愿意做，所以新的人少。那第二代的人 ABC 已经习惯英文思考，他们听不惯那个老牧师的讲道，也听不惯华语，这落差很大。其实他们在更讲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教会停顿到一个地步，因为北美的教会90%是信徒开拓的，查经班的人，不然移民的信徒开拓，不是牧师开拓的。他们开拓完了之后，再请牧师过来，牧师就没有成长，就是整天就是传统那个牧养就关心用关系建立，没有在讲道上供应，也没有办法深入当地那个新住民的那个 ABC 或者 AVT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不会跟他们谈，也没有，英文也不行，也没有读书，整个他们落差很大。结果呢，他发现那些年轻人提出6个，他说第一个，非常的权威教导，高压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使信仰没有空间，这样了解吗？他说更糟糕的是，不容许我们任何的怀疑。第三个，他们反对科学，反对新的知识，因为牧者的程度低嘛，这个魔鬼，那个科学魔鬼这个进化的魔鬼什么不容许那个孩子在那个信仰世界这样子，那整个就崩溃，他说下一代的人说他们真的信主以后都不到2成，教会项目就萎缩嘛。
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为我们教会的青年这些人祷告，然后我们也鼓励他们出来自主性。哦，我觉得像那个新雅，我觉得好感恩，我出来带得很好。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可能他做的会比我们还好，好，我们就在旁边扶持他们，这样好。所以在这里，他们的第二代是因为上一代烂，下一代更烂。我们台湾有一个某一个人啊，他最喜欢喝酒，都跟他拼嘛，叫做打通关。打通关，譬如说我们10个人敬酒，他每一个跟你敬都干杯，干杯干杯，打通关。打完通关以后，他可以打全场。哦，你们都在很有名。他的儿子呢，大学考5年都没考上，都没有读好。但是他儿子说，我要比我爸爸强，他比他爸爸更会打通关。而且啊，后来没有而且实在很可惜。他儿子在高中的时候跟我同年呢。他读在新的时候，每天都是直升机开过去，就接回家呢。台湾人哪有几个年轻人有坐直升机的？这有什么用？所以你会发现，上面如果不正，在高岗上献祭烧香，儿女整个跟着进去，把儿女陪下去。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有可能我们为了我们儿女的发达。了解吗？像巴黎宗教一样发达，给囡仔拢补习塞满了，无爱给囡仔来教会，差不多主流恶鬼都不快啊啦。因为台北的囡仔，张乐会囡仔上明显，是的，哦，免讲那，足侪中级的囡仔无爱给因的囡仔来教会啦。我伫咧教会是是不是讲，还无爱给来教会啊？主流会使，国中就开始拢排满满，塞满了，啊无来，伊讲无要紧，给大学较过来。等到大学的时，已经6年无来教会啊，请问大学会过来袂？袂过来啊！我在校牧室用一个女孩子，我教因为教会牧师讲她多爱主哦，我就啊结果来所谓连那耶稣恩友啊，既有别个就啊说不要求，我你是教会主我大汉的，你我遮热心嘛不要，所有歌拢不要求，啊佫是圣乐主的呢。我大家敲电话来牧师讲，你看安尼，啊就无咧聚会，老爸都无好来。啊！但老爸丢了头，我只好下个盖热心。我讲你莫骗啊，偏偏做单工你无安尼害，啊，就是儿女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了要儿女发达，不让儿女服侍，不让儿女参与教会，那个啊，如果我牧养教会，我不会叫你的儿女牺牲功课都不读书，然后整天弄教，我不会，我一定会鼓励他们1到5读书了。那我的孩子会读书。不是我的孩子会读书，是因为他们前面的那些人，大哥大姐姐们就这种典范，都跟着上去，就这样上来。那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儿女，不是放弃这世界的努力，应该在努力，但是也要服侍啊。他们呢，为了那个就让他们儿女淫乱，媳妇淫乱，整个都乱掉了，这是很可惜。好，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所以这是上帝的原则啦。那个你知道吗？圣经上对于贿赂人的贿赂人的人罪比较少，啊，所贿的罪比较大。啊！我以前我没办法接受，不是讲今卖的生意人哦。譬如说我伫海关，啊你这个回避入来，我就还索贿咯。你无贿赂我，没有你死。这个啊，我的罪较大，啊你搞不起种，给我贿赂，这样了解吗？是带头的、主使的啊。这里很清楚说，你的儿女会这样子，情有可原。但是是你是你的儿女，是你这一些人害了你的儿女，是你这些人害了你的儿女。所以今天教会如果不长进，教会如果堕落，教会如果失败灰心，你知道牧师的罪最大，是牧师使教会变成这样的，那要负起责任来。那再过来就是长子，
啊，不要牧师都怪长子，啊，长子怪会友，对不对？怪小组长，小组长怪会友，怪来怪去。他是说这里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很清楚，他们整个国家败坏是祭司带头，祭司带头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篇道很不好讲，尤其实这篇道哦，如果我们的会都有那八等哦，我应该去在牧师会议里面来讲这种道，这种道应该最重的道应该对牧者讲，所以有一本书哦，叫做《祈祷出来的力量》。是约翰卫斯理他们常常讲到说，牧者最难的道，应该对自己讲，要优先悔改。啊，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说施洗约翰说，那个人要悔改是要做父母的归向什么？儿女。做父母的跟儿女道歉，跟儿女认罪，说我错了，儿女可不可以原谅我？我悔改。如果这样的话，请问儿女会不会原谅？如果你爸爸跟你道歉，你会不会原谅？会不会？我们会很感恩嘛，对不对？我跟东吴的学生讲说，如果你爸爸妈妈跟你道歉，跟你赔不出，他说他害了你，他伤害你，他什么，这些很具体的讲出来，请问你会不会跟他道歉？哎，你会不会看不起他？会不会羞辱他？会不会从此以后就不屑他？我们很多男生讲出来说，哪里会？我会更爱他，更尊敬他呢？我真的呢？我等这个日子等太久了，但是项目你不要讲啊，你讲那些神话，他绝对不会跟我道歉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所以呢，这一些话里面，我们就发现所有的错，千错万错就是祭司，千错万错就是父母。父母如果愿意悔改，儿女我今天接到一通电话，其实一直接3通电话，一直希望我去台北跟处理他们的夫妻问题跟儿女的问题。儿女吸毒，然后进入黑社会，痛苦，就是夫妻没办法相爱啊！他儿女到外面，你到外面的黑社会多温暖啊！你欠钱不离啊，不都要请来假大等呢？啊，这已经这样吸毒了，已经到3级毒品了，再下去很惨啊！我一直劝，可是他们觉得率性而为啦。每一个都要求对方先悔改了，我都没辙。我跟他讲说，你基督徒，你先悔改嘛，可不可以？他说他不悔改，我怎么悔改？哇，他说我以前被霸凌了嘛。其实我们悔改的人、道歉的人是谁开始？我们夫妻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就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啊，谁先认罪？哪一个人灵性成熟，哪一个人先认罪？所以先道歉、先认罪的人是灵性比较成熟，死不认罪、死不认错的、死不悔改的，是灵性很差。这样了解吗？同意吗？输了面子，赢了里子。我们你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大部分都选择道歉。他灵性比较好。所以我说牧师也是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啊。这个经文这样应用，就是要做父母的了，做祭司的带头了。啊，祭司不带头，祭司不肯悔改，真的是没辙。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希望我们的牧者这礼拜有一个人说啊，牧师你讲道怎么讲你自己坏呢？不可以啊，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牧师是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是一个典范的。我那不出给这本书，我们应该那保罗嘛不出给，只有耶稣有而已。保罗说他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在讲的不是在讲我多坏，而是讲说如果我没有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成为这样的人。我不是在讲那个嘛，不过要讲我好诶，变成我每次吹嘘，我互相拍捧，然后讲了是我讲 AD 兄，哇，我赞呢，德明兄，哇，明德兄，哇好，大家讲呢，那就变成每一个人都那个，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就看不出神的荣美，只有看到我们的荣美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也许在身体上不会患奸淫，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可能我们看重
财富，看重儿女，看重成就，看重名利，过于看重主，甚至于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你给我们自由意志，要我们大胆的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容神益人。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在意求木偶木棍，让我们能够专一的跟随你。求主带领，也帮助我们教会做父母的有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把榜样摆在先，我们的教导在后面。也求主帮助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同工有榜样，成为信徒的榜样。主啊，让我们能够激励起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同行来服侍主。亲爱的主，恳求你，也让我们，因为我们有美好的榜样，使我们的儿女也走上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